天花冷氣機安裝快速上門透明報價。天花式冷氣機又稱天花冷氣機或天花冷氣，是安裝於天花板內的分體式冷氣機，機身隱藏於天花板上，只露出風口，外觀簡潔，適合追求空間美感及冷氣均勻分的環境。冷氣通安裝天花冷氣機的優勢：快速上門估價及施工安排，透明報價，絕無隱藏收費，全港服務，支援各類型天花式冷氣安裝，提供後續冷氣清洗、保養、檢查服務，熟悉裝修環境，避免破壞天花造型，適合安裝天花冷氣機的場合：寫字樓、商業辦公室、零售商、餐廳、診所、高端住宅或複式單位、教育中心、會議廳等公共空間。天花冷氣安裝流程圖，客戶查詢，技師上門勘察，提供透明報價。工程施工、完工測試與交付。實用技巧：天花式冷氣機保養建議：定期清洗爐網，每晾一次，保持空氣質素。定期檢查風口與回風口是否有阻塞。每半年進行一次深層保養與冷媒檢查。發現異常聲音或風力減弱，盡快安排檢查。常見問題 FAQ： 天花式冷氣機需要吊天花才可安裝嗎？是的，天花式冷氣機需預留天花空間放置冷氣主機，並考慮冷凝水排水位置。天花冷氣機安裝會唔會破壞裝修？專業技師可配合原有裝修，確保施工期間不破壞現有天花設計。需要多久完成安裝？一般可於1至3天內完成。可否配合裝修工程一同安裝？當然可以，我們可與裝修師傅協調施工時間及位置。我們服務地區，冷氣通在以下地區提供冷氣安裝、維修、清洗、保養服務：調景嶺、油塘、藍田、觀塘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彩虹、鑽石山、黃大仙、樂富、九龍塘、石硤尾、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何文田、黃埔、荃灣、大窩口、葵興、葵芳、荔景、美孚、荔枝角、長沙灣、深水埗、佐敦、尖沙咀、金鐘、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北角、鰂魚涌、太古、西灣河、筲箕灣、杏花、柴灣、黃竹坑、海怡半島、康城、寶林、坑口、將軍澳、迪士尼、東涌、青衣、沙田、火炭、馬場、大埔、粉嶺、上水、屯門、元朗等。